感恩魔法101挑戰第34日。Hello，就係我表係同埋妹妹留喺屋企度玩。我好感恩啊！我好唔感恩我發燒。我好感恩妹妹可以同我一齊留喺屋企。好感恩我可以食嘢，可以瞓覺，可以。拜拜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好好休息，好感恩我有小病，好感恩我有福，好感恩小病是福啊嘛，好感恩我有屋企，好感恩有人愛，好感恩有人擔心，好感恩有人關心，好感恩我有手有腳齊全，好感恩我有得睇山睇樹睇水，好感謝我個仔陪我喺屋企休息，好感謝我個媽媽關心我，好感謝我嘅老公有照顧我哋，好感謝我爸爸出咗院，我好感謝睇到媽咪有金色嘅頭髮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有耐性，有白頭髮喎呢度。咁美，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這裡的那些人，拜拜。金色。